即马是做啊大出的时机，高雄乡公所举办做啊系列的活动甲评鉴，要来选出一粒一品质的做啊，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咱在地农产品。切做细地，请民众试食冠军蜜做的气味。屏东高树乡10时举办1年1度的做啊评鉴，吸引未少优秀的农友参加。今年评鉴真拼，比赛的做啊无论外观大细粒，也是口感，拢有一定的水准。最后是古庄村的农友黄金泉摕到冠军。伊表示，做啊要好食，上重要就是敖肥的撇布。就是把我们地底下的氮素平衡，把它消化掉，这样才那枣子才不会坏掉，枣子会回大，香甜多汁这样。高树乡公所讲，这几年一直咧调整传统农业行销方式，透过评鉴和典卖活动，提高高树农产品的能见度甲价值。高树的蜜做皮薄，肉又搁有汤，红号做青宝酒，毋但是在地骄傲，搁较希望会当拍开全世界的知名度，增加外销的数量。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枣农朋友也慢慢的学会怎么行销，那让我们枣子的价值又往上去更上一层楼。所有我们屏东要卖去美国的这些重要的产品，蝴蝶兰还有我们的鬼头刀鱼，还有这些呢，都让我们的出口农产品呢，都维持呢这个最低关税的保障。屏东高树的蜜枣产期集中伫逐年1月到3月，种植面积大约伫300至400公顷，是台湾蜜枣重要的产区之一。这几年已经有农民外销到日本和加拿大，农友拢讲借由蜜枣的评鉴，大家互相竞争比较，互高树的枣啊愈来愈进步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